大家都講緊2026年代表強烈嘅生命力同行動力。如果你係有行動力去揾緊你心目中嘅單位，希望喺度我嘅影片俾到你平靜嘅心情去欣賞同選擇。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Carol。有留意開我影片嘅朋友呢，相信都知道豪景花園嘅前排海景有幾咁壯觀，佢嘅價值度同稀缺性呢都特別高。今日有一個好消息，就係有一間高層嘅單位同時放租放售。咁高層嘅單位呢，對上成交其實已經係5年前嘅事㗎啦。咁呢一個單位嘅景觀有幾咁壯觀呢？單位嘅室內實用度又啱唔啱你呢？我哋而家一齊參觀下。我哋上到嚟呢個單位，實用面積1381尺，你見到佢嘅客飯廳都好闊落，樓底呢大約3米高。行出露台，你會欣賞到270度嘅無敵海景，由東南方至西南方，而夜晚景色都好靚㗎，有對面嘅馬灣遠望荃灣、西環同三橋海景。飯廳之後就係廚房，工人房相當闊落，洗手間仲有窗添。洗手間原裝係浴缸，業主呢就改咗做企缸。3間房當中呢，有一間房就唔係向海景，咁望內園都好舒服㗎。嚟到第2間房，同客廳景觀一樣，都係全海景。房間呢就有個衣櫃位，值得一提。3間房都可以擺到6尺床㗎。主人洗手間佈局同設計同客廁都係一樣。發展商原裝設計都係有一個衣櫃位，景觀都係同客廳一樣啦。豪景花園實用面積1381尺，總共有7座，前排全海景總共有3座。如果想了解佢哋嘅分別同價格，歡迎你隨時聯絡我中原地產 Carol 啦。